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，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赏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！去你的！爷爷，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吃不要走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位置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
都给我精神着点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。哎。 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标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永琪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利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利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运气，让他说出永利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丞相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三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。我担心你，姑娘。
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
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，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祸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所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
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。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
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
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王少保，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，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，你不妨多品一品，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？奴才是个粗人，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。皇上宣召奴才，有何事垂询啊？敖少保，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。你笑什么？皇上，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，陈词滥调，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。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，你不妨都看看。不必了，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了、欺君罔上了、结党营私、诛戮大臣。你说这些，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。好败，你！皇上，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，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，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义，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。奴才恳请皇上下旨，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。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？皇上，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，究竟是什么性质？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。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，还是要相信奴才了。好办，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，言语无状，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，皇上忘了，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，怎么到了今天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？奴才自辅政以来，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？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，怎么到了今天，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？这么看来，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，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强词夺理，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，真是让朕心寒呐！好了，皇上，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。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，想独揽大权，嫌奴才碍眼了。还是老话说得好，鸟进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，就请直言吧。好，鳌拜，朕知你辅佐三朝，劳苦功高，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。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，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。但是皇上，你不要忘了，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，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。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，奴才尚未清君侧，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？
鳌拜，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有负先皇深恩，枉费朕的一片苦心。按理说，我们站在康熙这边，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。如果我们站错了队，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。那我们再等等吧，看情况，再随机应变。不能再等了，朱哥哥，你都不知道，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。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。欢妹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。好，那你们权衡吧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。哎，欢妹，一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。大师兄，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。眼下就是一场豪赌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，对我们似乎更有利。我等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哎，太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不能去啊！倾城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去。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，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。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，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，太子自有分寸。如果情形不对，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，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。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小儿就想拿下老夫，天大的笑话！李德福，这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呀。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，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快起来！只要抓住了鳌拜，官升3级，赏金1000两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吧，送死吧！皇上，你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？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
一欢，你疯了吗？你这个月的大补丸不想要了吗？义父，对不起了，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丸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毒发，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鳌拜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了皇上，我也求皇上放了你，怎么样？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。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，没想到你这般幼稚。站住，鳌拜！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之岛，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，你在7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鬼丫头，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？就算老夫中了7步刀，也会在7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，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。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没事，慢点。没事，还好有你的金层背心。拦住他们，我去救皇上。你去吧。丫头，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7步岛，只能走7步，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，厉害啊！猪哥哥，简青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2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快，杀了他！猪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是奕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老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居然受伤了。哎，你疯了！你撕龙袍是杀头之罪，死我的！好。哎，等等，皇上，奴才这儿有手绢儿。
好些了吗？嗯。鳌拜，你别不服气，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有勇无谋，还有眼无珠。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，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。你说他是龙三？护驾，护驾！这边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侍寝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皇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这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8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8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。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一刀，又给了朕1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
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统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就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答应。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8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8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8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几旗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。
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拣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石叔姑娘，哇，请。哇！公公，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啊！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。石叔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，有数十万件。姑娘喜欢哪一件，告诉我，我来帮你选。李公公啊，您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。我在这宫中已经30-4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。来，这皇上啊，让我来挑宝物啊，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，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。哎，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，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许告诉第4个人啊。奴才明白，姑娘你放心，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10年了，就一样好处，嘴巴紧，从来不乱讲话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。姑娘，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，都在这个册子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个铜匣。这个是铜匣的，你看看，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，一共有174件，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啊？李公公啊，这个铜匣呢？姑娘饶命啊，姑娘！什么？铜匣被鳌拜拿走了？李公公说大概3个月前吧，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，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，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。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，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。哎，朱哥哥，我可听了你的话啊，没有揭穿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个多月前，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？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？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？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？奸细？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，自己比较喜欢，就顺手拿走了呢？环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。皇宫的宝库中有数10万件的珍宝，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，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之计，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，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，找到奸细。学姐姐说的有道理，之前这康熙啊，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，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借口找解药，亲自搜查鳌府，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。环美，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也饶恕了你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。朱哥哥，哎呀，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，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？我接近康熙，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、光复大明的梦想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对不起，环美，是我想多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等我们拿到了铜匣，一起撤出紫禁城，再也不要见康熙了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
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在这皇宫里呢，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随便挑，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。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。你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。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，跟你们一起撤，行了吧？老大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，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。哎呀，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，也没有人想害我。倒是你，虽然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，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。拿着吧，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关心朕，那朕可就收下了。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。这件金蚕背心呢，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。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唯恐被人刺杀，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，吊死在了梅山。就跟这个鳌拜一样，曾经权倾天下，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？所以啊，这执掌天下之人，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，必须以仁德治天下。只有天下太平，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。龙小弟，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皇帝啊！什么叫像个皇帝？朕本来就是个皇帝。是。而且，朕会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抄鳌拜府了，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。不，这索大人吧，他去找，他即便看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去搜吧。不是，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？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，吃了我哥哥给我制的那个药，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。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。好多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行吧，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，去鳌拜府查吧。老小弟，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，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？老大，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，还不知足？钱是个好东西嘛，多多益善啊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财迷。所以，龙小弟，你这话是答应了？啊，谢谢龙小弟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大财以后，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去？石树姑娘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清点一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。翡翠时间，这边。的确好吃。等一下。啊。表姨夫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过目。啊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府中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还是未能找到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！皇上说了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。快去。你走。这，石树姑娘。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长长眼，过目。
不对？嗯，哪里不对啊？啊，世树姑娘，这个清单啊，肯定不对。这不对吗？好，世树姑娘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好啊。走。参见大人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这走。索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哎，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连在皇宫的宝库里都没见过呀。世树姑娘，你这眼光挺毒啊，一眼就看出这账目不对啊。实话实说吧，这2箱宝物还真就没入账。咱俩来鳌拜府，也不能白辛苦这一趟吧？咱们2:1天作5，把这2箱宝物给它分了，这样如何？分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这皇上命咱们俩来查抄这鳌拜府，其实就是想赏咱们俩一个发财的机会，这你都不懂吗？那也是，咱就别跟皇上客气了。是啊，那咱跟皇上客气什么呀？啊？那这样，一会儿你找个人啊，帮我把这箱抬到永乐斋去。没问题啊，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那世树姑娘，这些账目可对了？不对，还是不对啊？什么不对啊？世树姑娘，这还有哪儿不对呀？啊？这个不对。行，你厉害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世树姑娘，这是我藏的最后1箱的宝物了，啊，没入账的宝物了。哎，这个箱子也没有。鳌拜到底将铜匣子放到哪儿了？世树姑娘，这最后1箱宝物，我本来是要留下来，孝敬其他王公大臣的。你想啊，咱俩捞到了这查抄鳌拜府的肥差，这朝里多少眼睛盯着咱俩，咱俩也不能不懂规矩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索大人啊，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你们这朝中的复杂关系吧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人要懂得分享，不能吃独食，不然啊会招来祸灾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哎呀，世树姑娘就是聪明伶俐，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。哎，那现在这账目可对了？这账目是对了，但是我这解药还没找到呢。对呀，这解药没找着。鳌拜这奸贼实在是狡猾得很呐！这找不着解药，咱俩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索大人，您看这样，您让手下的人呢去审一审鳌府的人，问问这鳌府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之类的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啊，哎呀，还是世树姑娘更胜一筹啊！那咱这个先放着，查解药去。走。世树姑娘，你瞧这个地方机关重重，
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物，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。索大人，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点心，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再给你们1个时辰，如果你们再打不开，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。我剁下来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开。索大人，消消气啊！我觉得他们打不开，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。您想啊，您站在这儿，他们紧张啊，紧张肯定打不开。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？您到外面啊歇息，喝个茶，我来看着他们。还真说不定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世淑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儿。好嘞。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一切都听世淑姑娘的安排。是。世淑姑娘，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！是啊，我看看。